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日会当阁看到大家，咱嘛上界欢喜的，就是咱要阁见到咱的天父上帝吼。咱要今日阁落雨，啊，昨昏阁风足透的吼。虽然感觉讲安尼有阵时互咱足无方便的，但是正经上帝听咱。咱虽然台北无感觉啥，南部拢欠水欠甲足厉害吼。我常常去运动，迄个河堤的边啊，嘛拢看到迄个河堤的那个土吼，迄个拢看到安尼吼，无水，所以上帝真听咱吼。伫咱欠用的时阵，伊就补助咱啦吼。好，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伫主日，阮会当来到你面头前。阮同心要来伫遮来敬拜你，主，阮是你所拣选的囝儿，阮有遮尔大的福分，会当伫你面头前同心来敬拜主你，这是阮大大的福气，是主你拣选阮，互阮会当伫你内面享受你的无限的恩典，逐日有你的恩赐带领，主，阮真感谢你，愿阮。伫今仔日敬拜中间，你圣神来充满伫阮的中间，充满伫阮的每一个人。阮毋是干那敬，阮的敬拜毋是干那是单单表面的敬拜。我们用阮的内心，要用阮的诚实的心，伫你面头前甲你相拄。愿今仔日个话语会当充满伫阮，你的话语要成做阮一生中间。要行伫你真理路站的帮站，主你家己来引带来带领，阮要伫阮的礼拜中间用祈祷、用学乐来敬拜主你。愿阮所有的服侍，拢会当成做芳芳的祭来献互你。愿主你来感答，阮要做礼拜提升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咱真有福气，因为咱透早都要来朝见上帝吼。好，咱来锻炼咱接下来礼拜的诗吼。第三首阿必然的上帝吼。这首诗的歌词是对创世纪12章，咱这个圣经尾也有写吼。12章第1节、22章16节到17节。28章13节，吼，甲出来入记。咱来唱第1节，吼。上帝管通地万物，各在第2节，主之本性立世，我可以所求，地是悲观，就体验大，我要看主的面。我想咱对阿伯拉罕真熟吼，阿伯拉罕就是阿伯拉罕伊的真正的名，上帝才甲改吼。
伊互咱真大好我啦，我感觉伊足大学习，就是讲，互咱真做信心的老爸。吼，伊第一节12章的第一节，咱少咱头先经就会讲到啊，看到啊吼。上帝甲阿伯拉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甲你老爸家，去我指示你的所在。啊，无讲要倒位啦，就讲好啊，对伊就去啊，吼。伊离开的时阵是75岁，吼，咱即款呢对上帝迄款的信心顺探吼顺服哦，实在是咱爱学习啦，吼。所以呢，莫怪上帝讲，我要祝福你，吼，你的子孙，你有天顶的星。海边的沙，过来，我要因为你，互人得福气，因你得福啦，人会因你得福。哦，这个重要呢。啊，你唔着想讲咱信主遮久啊吼，啊有人因为咱咧做人，咱咧讲话，咱咧甲人诶，伫迄个时，有因为你我要来信耶稣无？有因为你要来教会无？还是讲啊，因为伊吼，啊我去教会，好少啦，互咱爱。真大的思考啦！咱足熟的圣经，足熟的圣经的人物，互咱真大的学习。毋那是福上帝对伊的祝福尔，佮对伊的子孙讲，第22章18节，你的后裔也要因为因来得人来得到福气，毋是你要得福气，你的后裔，你的子孙嘛因为人看到恁的子孙来得到福气。啊，这足大的，互咱来思考啦吼。来，咱看唱第一节，咱来唱一遍。阿别人的兄弟，滚滚同地路，我造就的万岁那耶主，我耶主真经。咱接续来看306首，咱一个月月诗哈，月定诗。我的心，你着学落主。咱连续来唱2解。我的心，你着学落主，学落永更鲜明。我的心，你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定，我主，我紧紧叫我主，我的心里着好乐。搁一解，我的心里着乐主，着乐主永更鲜明。我的心里唔通袂记，是主所定。我的心里着主。好，咱最后咱来看115首，圣诗115首，是笔记顶耶稣受钉死，流出宝血，洗我罪清气。伊有过我赎罪功劳诚，延更伊的名，延更伊的名，延更伊的名。伊有过我坐上帝正边，延更伊的名。圣乐队对今年年初开始，就拢。大概拢咧准备过偌节要献的诗，要学乐的诗。当然过偌节咱毋是干那要学乐尔。后礼拜开始就是进入中秋主日，吼，咱会当伫遐来，逐工来看耶稣安那入去耶路撒冷，直接接近十字架，吼，为着要牺牲。咱干那学乐，干那欢喜。你若是无过我。
若是要割我，就要有受定，有死才会割我。咱毋是干那割我爱欢喜尔。咱来记念耶稣是安怎为咱来定死，是毋是为你为我？那像第一节。第一节，十字架顶耶稣受定死，流出宝血使我罪清气，伊有个我赎罪功劳者，愿更伊的名，愿更伊的名，愿更伊的名，伊有个我罪者。第一再个一遍，愿更伊的名，十字架顶耶稣受定死，流出宝血使我罪清气，伊有个我赎罪功劳者，愿更伊的名，愿更伊的名，愿更伊的名，伊有个我罪清。互歌搁一遍，副歌再一次。愿更伊的名，愿更伊的名，伊有个我最上帝正平，愿更伊。副歌搁一遍。愿更伊的名，愿更伊的名，伊有个我最上帝正平，愿更伊的名。好，请咱备办心来做今日礼拜。
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即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06首，我的心立着俄罗主。圣诗第306首，我的心立着俄罗主，着俄罗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俄罗，俄罗我主，我的心立着俄罗主。俄罗，俄罗我主，我的心立着俄罗主。请咱起立吟全首。我的心立着俄罗主，着俄罗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俄罗，俄罗我主，我的心立着俄罗主。俄罗，俄罗我主，我的心立着俄罗主。我的心立着俄罗主，着俄罗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俄罗，俄罗我主，我的心立着俄罗主。俄罗，俄罗我主，我的心立着俄罗主。请坐。即时，请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用。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咱做伙用启应文第55篇来启应。启应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第6章，伫个成圣诗后面第1099页。启应文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物，要啉什物，得操烦。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若着因为要穿什物操烦？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ฮ็落火炉。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食的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
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请咱做伙来吟信诗第3首。信诗第3首，阿伯兰的上帝。阿伯兰的上帝，全权统治万有，古早就有，直到万世。仁爱的主，独一自然而然，天顶地下同仁。着乌鲁我上主圣名，永远无尽。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个你圣的主日，你有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提醒阮，每一个人伫个上帝创造的内面，阮敢若是人，阮需要超找上帝，阮需要得到安息。阮感谢上帝，互阮有遮尔水的恩典，通好来认捌你。因为认捌你，阮成做新创造的人。毋过主啊，你知影阮的软弱，知影阮心内虽然愿意跟对你，毋过伫个即个还未换新的世界，阮常常袂记得家己是受到上帝呼召的人，要伫即个世间参与伫上帝的创造，带来甲人、甲上帝
甲万米好好的好消息。主啊，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求你予阮勇气去行出上帝要阮每一个人所行出的，使阮智慧通好去判断圣神的引带，搁使阮稳定，予阮时常来亲近上帝，无偏离你的道。主啊，阮感谢你，使阮文山教会久久徛起伫目沙即个所在，为主来见证。你阁有呼召足侪兄弟姊妹参与伫上帝的事工，透过参与遮个圣工，阮有机会会使超找上帝的引带，同心合一，彼此照顾。阮恳求主，互阮真正明白，一切拢是上帝在掌权。阮甲阮的教会拢伫咧上帝的手中。希望阮的服侍，阮每一个人的心，伫上帝的面头前，拢会当成做美好的祭，得到上帝的接纳。阮的心嘛通因为安尼来得到满足。愿主看顾阮文山教会，也恳求主继续引带阮每一个人头前的路zan亲爱的主，伫即世间，阮所要做的代志足侪，现主时嘛有足侪代志，互阮挂心。毋过主恁甲阮讲，即时刻，阮要放下一切，勇敢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透过今仔日牧师所宣讲的信息，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互阮知影你是主。安尼祈祷恳求，是奉靠主基督耶稣圣尊名求，阿免。即时，请咱做伙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圣经节有2节，头一节记载伫咧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4节，伫咧旧约圣经的第10页。创世纪第12章第1节，现着我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亚伯兰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就去，罗得也甲伊去。亚伯兰出赫兰的时75岁。第2节圣经节记载伫咧13章第14节到第18节。创世纪第13章14节，我来读。罗得入伯了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举目对你所踮的所在，东西南北来看。因为你所看见一切的地，我拢要互你甲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互你的后裔，亲像地上的土沙。人若袂算地上的土沙，才袂算你的后裔。你起来，变行即个地的番地，因为我要将遮个地互你。”亚伯兰就搬煞步边，到希伯伦我万里遐的上树徛迄边徛起，伫遐为耶和华起一座坛。读圣经到遮，即时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聚集在阁楼，
现时煞请柯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上帝选召阿伯兰。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愿感谢你，感谢你伫早前，你找你的独生囝来到阮的中间，互阮会当透过主耶稣，阮会当来认捌你，互阮会当透过主耶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
互阮的性命得到一个永活的毋茫之地。这个时刻，愿恳求上帝，你甲阮同在，你的话语正做阮的帮站，正做阮的气力。求信心运行伫阮的内面，互阮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话。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今仔日咱读的经文，咱拢真熟，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咱常常会讲，这个是上帝的选召，也是咱讲这是上帝的呼召。那呢？无需要问大家是，你敢知影什么是呼召，也是讲选召？到底伊是咧讲什么呢？有的人可能会想讲，牧师你献身，真做上帝的这个奴仆，你真做一个牧者，迄就是上帝的选召，迄就是上帝甲你的呼召。所以我认为的呼召就是，上帝若呼召你，你就要去读神学院。有可能咱有这种的想法，总是我对宣召也是呼召的了解是安尼，就是你听到，也是你看到，对上帝遐来引出的时，可能是一个记号，可能是一句话、一段文字，也是一个影像、一幅图。你有可能会经过一个思考了后，你要有一个行动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引出。我要讲的是，咱较白话讲的就是，上帝若甲你叫的时阵，你就要有回应。上帝甲你叫的时阵，你就要有一个行动起来行。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12章、13章。那对于整个创世纪来看时，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世代。顶两礼拜前，咱读创世纪11章，11章的上后壁记载着一个族谱，一个家谱。伫这个内面是咧要互咱看到一个世代的交接，要刷落去后一个世代，是要说明着延续伫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伫迄个族谱的内面，将几个真重要的人物拢介绍出来。伫即个世代的人物就是亚伯兰。即个世代咱讲嘛真重要。咱对上帝亚伯兰所讲的话，这内容，咱会当知影，上帝对亚伯兰有应允伫的。接下来，上帝甲伊有立约。总是咱若看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内面，咱会知上帝应允无随实现，伊就是表示亚伯兰咧听候咧等待上帝应允的一个实现的过程。所以亚伯兰伊的回应、伊的行动就真重要。亚伯兰的世代，其实伫整个创世纪内面，占了真大的一个部分。伊对12章一直到25章，拢咧讲亚伯兰的世代。亚伯兰的世代是对大水了后，上帝甲拿阿立约。伫拿阿迄个世代，人咧面对即个罪恶。上帝伫迄个时刻决定，无要阁用大水来消灭所有即个地面上一切的活物。伫巴别塔的代志的内面，上帝大声去预防变乱人的口音，互即个罪咧摊开，以及罪的影响会当减轻落来。拿阿互上帝所呼召选伊来完成伊的使命。那呢，伫亚伯兰的时代咧，亚伯兰佮要安怎来完成上帝什么款的计划咧？
当创世纪12章，咧讲到上帝对亚伯兰咧讲话时，伫迄个时刻，亚伯兰已经甲伊的老爸对即个乌里迁徙到哈兰。哈兰是伫乌里的西北边，差不多850公里的所在。伫即个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叫做巴里河的边啊。伫现主时，伫土耳其的一个甲叙利亚的一个边境无远的所在。所以，即个所在看起来是一个真物质丰富的一个所在。哈兰伫迄个时期，伫迄个时代，是伫敬拜一个月牛神的一个中心，是一个古写时迄个因咧敬拜的一个真重要的据点。所以，当上帝甲亚伯兰讲你要离开你的故乡，你要离开你的乡亲，你要离开你老爸的厝的时，上帝爱亚伯兰去到上帝指示伊要行去的迄个所在。总是伫这段经文内面，咱看到亚伯兰甲上帝无任何的对话。亚伯兰敢若听上帝指示，伊就出发向前行。而且上帝无甲伊讲，你要往倒一个方向行，你的目的伫倒位？无。亚伯兰伊就听上帝的话。上帝继续讲我要互你的子孙做多，因要成做一个大国，而且我要赐福互你。互你大有名声，安尼人要因为你受到福气。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讲，你要使人得福，互人得到福气，是上帝命令，要赐福亚伯兰一个目的，已经想要产生后壁的结果。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命令的口气。伫原文的内面，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亚伯兰必须要去遵守的一件代志。所以咱会当安尼翻译讲，亚伯兰伊派有互人成做别人祝福的一个责任伫地。因为安尼，亚伯兰开始一个信仰生活的旅程。伫这段旅程内面，亚伯兰成做上帝祝福的管道。亚伯兰嘛，真做要实现上帝的应允。当上帝讲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予伊；咒诅你的，我嘛要咒诅伊。伫地面上的万族万民，我拢要照着你赐福予因。亚伯兰听到上帝对伊所讲的话，迄个时伊75岁。伊就照着上帝指示离开哈兰，伊一路行往迦南地。上帝伫这个时阵，亚伯兰讲：这片土地，我要赐予你的后代。上帝赐予亚伯兰，上帝嘛应允要予伊的后代。亚伯兰开始行。一个离开伊本地的一个行动，已经改变了亚伯兰的人生，嘛要互伊的后代受到祝福。咱在经文内面，咱看得真清楚，亚伯兰听到上帝指示，伊就出发。我在想，亚伯兰敢若单单的倚靠。迄个伊显现的上帝，伊信靠即个突然间临到伊，而且改变伊人生的即个上帝所讲的话。亚伯兰起一个祭坛敬拜上帝，求叫上帝的名。亚伯兰会安尼做，我想是因为亚伯兰用一个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亚伯兰嘛，成做以色列历史的一个开始，伊成做以色列
一个信仰的模范。不过，咱若是单单咧看创世纪12章、13章，即个内面所呈现的即个亚伯兰，敢若真容易去受到一个影响，就是伊的信心，敢若毋是遐容易会当坚持掉的。所以信心，也是讲咱对上帝的信靠，拢会经过一站啊，也是会经过一寡的挑战，会经过一寡征战伫的。亚伯兰嘛是因为伊的信心，伊用伊的信心来做一个征战。所以咱知影，当上帝咧呼召你的时阵，我毋知恁会有甚物款的反应咧。牧师，我家己嘛捌去反抗上帝对我的呼召。我讲即个反抗上帝对我的呼召，毋是讲上帝带我去读神学院的即个呼召，是伫2015年的时阵，迄个时刻有一寡教会来找我，来邀请我。不过迄个时刻，我家己有想要去的教会。总是上帝无开路，因为迄是我用我想要知的方式，我家己决定我要去服侍的方向。其中有对美国来的牧师邀请我去南加州服侍，伫遐的大学做华人的学生的工作。这个邀请其实无伫我服侍，我家己咧选的遐个项目的内面，所以呢，我心中就有侪念头、侪想法就出现啦。我会问上帝讲：这敢是上帝要呼召我去的吗？我心内会安尼想，会遐离台湾真远呢。坐飞机早起出发，爱去到遐，阁一过长工的早起呢。我的英文袂当，我去遐要安怎生活？这个毋是我所设定我后一个要去服侍的所在。我需要安尼吗？台湾有侪所在其实有需要呢，我毋免走遐远呢。我会问上帝讲：上帝，你敢真正爱我去美国吗？那呢，你爱互我几个记号？互我几个条头，互我知影你的意思。伫迄天早起，我甲美国的牧师见面了，我知影伊咧邀请。迄天暗时，我甲一位亦师亦友的一个朋友见面。当我还袂讲到我美国的牧师邀请我去的这件代志，这位朋友伊后生伫美国，伊有一个较细汉的后生伫台湾。伊讲伊这几天做一个梦，伊梦到伊的上细汉后生甲阮囝大汉后生伫美国的公园内面做伙咧拍篮球。迄个我听到安尼，我想，这是一个记号吗？迄年伫教会，当咧上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灵命今生的课程。当我知影这个邀请了后，其中的一节课上课了，张思聪牧师替我以及牧师娘咧祈祷。我嘛无甲讲一件代志。伫祈祷中，张牧师伊领受到信心来的启示，伊就讲出今仔日的这段经文12章第1节到第4节。当牧师咧讲你爱离开本地本族甲老爸的厝的时，去到耶和华爱你去的所在，我规身躯的肌肉皮我就起来啊！
因为我无甲讲，我无甲讲即件代志。迄个心内，迄个时阵，我的心内咧想，这敢是一个记号吗？当阿伯兰咧回应上帝的呼召，当阿伯兰带着伊的某罗德的夫妇，一甲伊所有的财产，行往上帝所指示的路的时阵，这一路敢拢真平顺吗？并毋是，这是一条考验信心的道路。阿伯兰伫上帝要赐予伊的后代的所在，伊毋但爱去面对着已经有人徛起伫遐的问题，伊阁爱面对着饥荒的遮的挑战。阿伯兰甲伊的厝内底的人，就迁徙往埃及去。阿伯兰伊还未到埃及，伊就惊遮埃及人，因为有可能伊听到有侪的代志。致到伊真烦恼、真惊吓，所以伊都爱伊的太太甲伊迄个称呼，毋是你是我的某，迄称呼是你是我的小妹。安尼的称呼是因为惊吓，家己受到性命受到威胁。果然，埃及人看到伊的太太真水。就强将伊带到埃及王的面头前。伫上帝降落灾祸伫埃及王甲伊的全家了后，阿伯兰甲伊的某走法度真顺利来离开埃及。当伊离开埃及，进入到迦南地的南部，路德嘛做咧行。圣经伫即个时阵记载讲，阿伯兰伊有真侪金星甲金银，就是讲伊是一个真好野的人。伊的路德嘛是共款，伊嘛有真侪精神，所以当伊渐渐在行的时阵，来到即个伯特利的即个所在，伫遐地无够大，所以两边的人就定定咧冤家。即个冤家是为着有够野的食的。互羊牛会当食草、啉水的问题咧冤家。阿伯兰互路德先选，有可能是阿伯兰认为伊是长辈，所以呢，伊也有一个防范伫的。有可能嘛是要减轻路德伊互阿伯兰所放离开的即个感觉。路德选好啊，阿伯兰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行。当路德选择约旦河边的这个平原的时，阿伯兰住伫迦南地。当路德离开阿伯兰迄个时刻，上帝临到阿伯兰。伫迄个时刻，上帝毋但是搁一届重新讲，伊要互阿伯兰的应允，而且安怎，搁补充迄个真细节的所在，就是要将迦南全地，就是阿伯兰所看到一切的地，拢要赏赐互伊甲伊的后裔，一直到永远。而且爱阿伯兰行遍即块地，来宣告即个主权，表示阿伯兰对上帝遐来领受，而且有即块土地。上帝将即块土地赏赐予阿伯兰，而且讲阿伯兰的后裔多到袂当算，人无法度去算迄个数量有偌济。上帝安尼比喻讲，你若法度算到迄个土沙有偌济，那呢你就会当算出阿伯兰的子孙有偌济。阿伯兰回应上帝的呼召，阿伯兰信靠上帝向前行。经历过挑战，上帝搁一届对阿伯兰讲话，所应允的代志搁较明确，搁较详细。不过，所应允的一切代志，拢也未发生呢。所以，这个时期，阿伯兰行到希伯伦，伫迄个所在，为着耶和华上帝建一个祭坛，
献上一个敬拜的祭。亚伯兰回应上帝。当我回应上帝呼召，阮全家开始往美国来准备。当阮去到美国，阮面对着侪侪无共款的挑战。虽然我愿意去面对，虽然我讲英文袂使，我著学习，总是伫迄个中间，我要求伫家己的意思，以及上帝引出的中间咧挣扎。所以伫迄个时刻，当极痛苦的时，我问上帝讲：你为什么带我来到这个所在？我问上帝讲：安尼状况搁要偌久？我问上帝讲：我想要转去台湾，伫当时才会当转去。后来渐渐明白，上帝爱我去到美国的目的。伫迄个整个的3年久的时间，我会当讲，我整个互上帝所破碎。过去服侍中间所建立的迄个信心，所建立迄个家己掠准是真厚的迄个信，完全互上帝拍破。简单来讲，就是真骄傲，整个互上帝修正，整个互上帝拍破，佮中心来建立。总是伫这痛苦的中间，欠无通好受到会当来荣耀上帝的代志吗？敢无伫这3年久内底，无受到上帝祝福吗？伫迄个将近3年的日子内面，当我咧回想，迄是上帝祝福的时间啊！互我搁一摆真心来认捌上帝。互我搁一摆来了解信仰的意义，因为安尼，我搁较倚靠上帝，我信靠耶稣，搁较互信心来引带带领我。因为我知影，毋是我会当做什么，是上帝爱我做什么，上帝一定会祝福伫这个内面。所以现在，我搁较倚靠上帝，我搁较倚靠耶稣甲信心。我伫每一天的灵修中间来确认上帝的心意。我将我家己所烦恼、所担心的代志，拢交互耶稣。这无简单，因为我犹原有家己的意思、想法伫这内面。我对着信心。互家己的心甲灵会当得到安息。当我看到安尼的时阵，我知影，其实阮伫美国的日子是受到祝福的。阮伫美国遐的这段时间，嘛是上帝通过阮，互人受到祝福。因为伫上帝所使用这个经历的内面。虽然我感觉真逼迫、真艰苦，总是嘛，互一个家庭，因真正了解到信仰是甚物，互这个家庭真正知影讲伫真理内面会当得到自由，互这个家庭知影讲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迄真正的意思甲真正的稳定是甚物。这个祝福嘛，伫阮家己的身躯顶，互阮的家庭真做上帝祝福的一个家庭，互阮的家庭嘛，真做上帝要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各位兄弟姊妹，你捌领受过上帝对你的呼召无？这个呼召毋是叫你去读神学院，你有领受过上帝对你的呼召无？你也会记得你是怎样咧回应迄个上帝的呼召吗？你若有回应，那安尼回应了，你是经历过什么款的过程呢？当咱咧讲
咱咧讲亚伯兰，就是后来上帝甲伊号名做亚伯拉罕，伊是信心的老爸的时，咱爱先看到的是上帝对伊讲话，然后这段话的内容是有命令，然后是应允甲祝福。亚伯兰咧回应上帝的方式，就是行动。伊照着上帝的话语，伊无怀疑就出发。不过亚伯兰伫整个的旅程的中间，伊犹原有时会用着人的角度来看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代志。伊犹原有时会袂记得上帝应允甲祝福伫地。所以，咱若将焦点放伫亚伯兰的身躯顶的时阵，咱会得看到伫12章的内面，就出现伊咧怀疑应允所带来即个灾难，即种的软弱的信仰。那伫13章内面，咱会当看到亚伯兰的信，然后带来一个受到祝福的一个代志。12章、13章，拢有上帝出手伫亚伯兰的遮个代志顶面。12章的故事内面，上帝用互人要面对死的即个代志出手伫即个中间。但是伫13章，上帝甲亚伯兰做伙即个代志，是上帝上尾才出手。对亚伯兰来讲，迄是伊搁一届领受上帝话语的即个时刻。所以我咧想，无论如何，上帝一定拢会遵守伊对人的应允伫地。所以我认为，咱拢咧面对上帝对咱每一个人不停咧甲咱的呼召。这个呼召的代志，就是伫咱生活中，咱所会拄到的代志。这个代志，毋是牧师，毋是长老，毋是执事，是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会去面对着上帝的呼召。这个呼召，毋是讲爱去读神学院。这个呼召是上帝将一项代志、一个人、一个事物放伫你的心中的时阵，牧师，我相信你会知。牧师相信你会知影，这是对上帝来。那呢？你愿意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吗？你愿意用行动来回应吗？当你的答案是“我愿意”，而且开始行动的迄个时刻，上帝就一定甲你同在，上帝会赐福予你，而且你是上帝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伫地。上帝应允，就要实现伫你甲别人的生命的内面。所以我相信，上帝应允是永远袂改变的。上帝应允是永远袂改变的。那呢，就是这个时刻，你应该要回应上帝，你要开始行动啊！当咱咧备班受难日，当咱咧备班过活节，当咱咧备班教会做的事工的时阵，当咱咧看咱家己的生活，当咱咧看家己的工作的时阵，当咱甲咱的亲人，当咱咧甲咱的朋友、同事，咱咧看待这所有一切代志的时，上帝就咧呼召恁啊！恁爱有行动，恁爱回应上帝啊！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原知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意无共款，总是你定义爱阮伫你的恩典的内面，
总是你定义，要互阮的生命、阮的敬拜，拢是单单来仰慕你。恳求上帝，互阮会当明白，小赐阮智慧、聪明，互阮知影这是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呼召。无论这个呼召是甚物款，阮拢愿意来回应，阮拢愿意开始有一个行动，来回应上帝你对阮的呼召，互阮领受祝福，互阮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恳求上帝你时时刻刻甲阮同在，互阮照着信心的引带，阮向前勇敢来行。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做伙用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505首。我要忠实。圣诗第505首。我要忠实。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种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请咱做伙吟全首。请咱做伙备办心来奉献。
请坐。伫咧报告的大声，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咧咱周报的第2页，金句，请。阮无得到必无，是对耶和华才会自爱，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大宽阔。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节，搁一遍。我无得到必无，是对耶和华才会自爱。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其宽大。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节。来州的圣感分担，领唱许义利、苏磊、林宗豪、苏琴、周胜美，献诗是朱日学、苏宪。是我本人甲彭调亮，交代是我本人甲陈淑锦，音控施浩轩、张建传，讲稿的经理是柯博书。聚会内容请家己来看，有一点小无共款，更正一下，就是等下读圣经班，伫咧咱主日礼拜结束了后，还久的聚会到11点。所以这甲顶头记载，顶头是暂停，伫咧遮更正是等下阁继续聚会，请大家来注意。后礼拜主日礼拜题目是立约，主理是柯牧师，启永文先圣诗，请大家家己先来看来准备。咱先开到伫后壁教会消息的报告，头一点是亚活礼拜报名。咱今年度的亚活礼拜定伫咧4月15甲16，2天1暝要来去宜兰。活动的行程会使看咱第9页啦。因为时间有较赶吼，所以请大家鼓励大家参与。会当到咱1楼的柜台来报名填写，会记报名填写哦吼。会使向咱的财务组黄文宏长老，阁有张恩兴执事来纳费。或者鼓励大家，咱2年才有出去一遍，会当大家做伙出去，所以鼓励大家会使做伙来参与。第2点是受难日联合礼拜，4月7号拜五暗时8点，咱东山区的教会总共有4间会伫咧咱教会本会2楼举办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礼拜，所以请大家备办心来参加。第3点是国外节联合礼拜，4月9号礼拜要举行国外节联合礼拜，阁有圣礼典，嘛请大家备办心。第4点是8月2，本主日了后的1点到2点，要伫咧地下室上课，会准备简餐，所以若是有报名参与的，会记得来参加课程。第5点是洗礼进前的信用课程，伫咧本主日的1点到3点上课。欢迎你有要备办洗礼、捐信礼，也是即马阁伫咧超找信用的兄弟姊妹来参与，会当向咱的干事领取报名的表格，填写完了后交予咱的牧师。第6点是教育团契的通知，本主日礼拜了后，伫11点1楼小会议室要召开会议，请咱的同工做伙出席参与。第7点，礼拜组的通知，本主日暗时8点，礼拜组会伫咧线顶开会，请同工时间到会记得拨进去那个连线，做伙来开会。第8点是圣港事奉表，先一季的圣港事奉表，已经有登记好势啊，所以请若有参与伫咧服侍的同工，会当来到咱的1楼柜台遐领取。第9点是奉献的证明，本主日礼拜了后，会当到1楼的柜台找咱的干事，开始来领取旧年度2022年的奉献证明。第10点，
生囝的恭喜，咱圣男弟兄，啊，阁有咱正会长老，第二个后生庆丰夫妇，因太太是嘉莹，啊，因夫妇伫咧3月20号有生查某囝，啊，母女均安，足欢喜的，咱等下看到圣男弟兄啊，阁有正会长老来甲因恭喜一下。好，啊，第4点，首先交互牧师。出世，互咱每一个世代拢有人吼，所以咱游玩，咱伫4月份出生的遮的咱的兄弟姊妹，恁嘛拢是一个世代，所以即时咧要为你唱生日快乐歌，以及要为恁来祝福。咱请4月份生日的兄弟，恁徛甲阮看者好无？嘿，咱即时为着因唱2摆，吼2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搁一摆，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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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做伙来为因祝福，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阮感谢你，阮知每一个世代拢有你的心意。阮这是要为着教会中间的兄弟，因伫4月份出生的。阮知主你过去每一个日子，你拢引带因、看顾因、享受因属天的平安。这时刻，阮甲因同欢喜。嘛，恳求上帝你加倍祝福、加倍稳定伫因的身躯顶，互因领受这个属天来的平安、喜乐，以及最上帝你看最好的。愿主你帮助阮，伫阮甲因做伙欢喜的时，阮嘛献上感谢，感谢上帝过去对阮遮4月份出生的遮兄弟，因一生伫这中间有主你甲因同在。愿将因搁一摆恳求上帝赐福伫因的身躯顶，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甲因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请坐。哦，非常欢喜。啊，咱教会集体交通，啊，阁有大道的事项，啊，阁有咱教界的消息，就请咱家己来看。请物件有先立好。好，这是咱要来唱煞要变的圣诗，圣诗第379首，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金丝煞，请柯牧师来为咱祝祷。我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授予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5万甲救赎，信心的扶持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阅读。咱彼此请安。